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生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欢迎收看《天天又开心》哦，现在哈，食你是安怎啦？所以问啦，酒味遐重啊？跟差不多的啦。你昨有啉着啊？那昨昏啉个点花吼？嘿啊，对啊，你即摆还未退酒？你嘛还未退呢？你这有咧酗酒？酗醉。宿醉，跟差不多嘞吼。啊我即摆讲着恁两个啉酒，啉酒了后，两个开车等去吼。无，我车停伫迄个中和，啊，我坐客人车等。系啊，啊伊哦，伊这有咧指定驾驶。对，啊伊哦，伊啉酒，我要坐阮小弟等。你小弟，我做高勤对吧？啊伊坐高铁啊。你真暗，点外靠高铁。啊，是啊，就是点我无高铁，按照高铁无。高铁是一个演员哦。好啦，莫想要啉酒加忧愁啦吼，咱来看咱的开心剧场。来一下。哇，咖啡呢？阿姑谢谢。免客气。阿姑哥哥，是你哦。有啊。我想讲吼，阮阿姑哪会遮好泡咖啡互恁？原来这杯咖啡是你泡互啉的哦。哈喏，我看你乖哦，逐工拢订补互你食。啊，你遐少年哦，迄食伤补到时哦，面会生条仔子，所以吼身材变大好起来，安尼就歹看。若要提神哦，咖啡上好。上好啊。啊，那安尼讲，恁就逐工拢要泡一杯互我啉哦。爱，啊你若爱啉哦，逐工泡互你啉，哪有啥问题啊？别讲是咖啡啦，你若爱哦。我是天顶咧飞，涂骹咧走的，海底咧游的，我拢掠来互你食。吓我哦。哈喽。哦，你对我遮好，我会歹势呢。但是咧歹势啥？啊，大家熟识遐久啊，但我照顾你，迄嘛是应该啊。哎呦，啊是讲吼，你咱这厝边头尾吼，迄讲闲话唔通啦。你惊人讲闲话，我若认为对，我就去做，不管讲话。好大雨，做风台啦，吐石流啦，啊是讲单位讲我拢唔惊。咱这嘛吼，这拳头母你唔知惊唔惊哦？迄我当然，哎呀，迄唔惊才有奇怪啊！我惊，我足惊的啦。手棒的，糖糖过。你真好打咧，你还趁我无伫你安尼，想要诱拐阮糖糖哦？就别讲甲歹听啦，什么咧诱拐？人阮两个是咧建立一个友谊的关系啦。讲甲有够好听的，拍妹妹就拍妹妹，讲我什么建立友谊的关系，我甲你讲过啊，甲你警告过，你袂去孝顺阮糖糖啊，知无？人糖糖伊也无反对啊。我无反对的，我嘛无赞成哦。有听无？我甲你讲啦，若甲你即款的吼，斗阵根本就无前途。你若讲阮糖糖，遐尼少年，遐尼水，够学问，啊，甲你即款的吼，就前途一片黑暗的人，哪会用迄话斗阵啊？我甲你讲，免甲你即款人有任何瓜葛。阿姑，有没有那么严重？哎呦，什么有没有那么严？本来就很严重。你无听人讲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像你即款的人斗阵哦，你看。规工嘻哈，无人生的目标，甲这个人斗阵根本就痛苦啦，痛苦！什么时阵要甲遮尔有学问啊？就是了咯。哦，甲阮棍仔讲甲无一块对呢。啊，若阮棍仔吼是较囡仔性，较爱滚耍像安尼。心肝是偌好偌善良，接到遐仔都唔甘甘做的事。你无听人讲吼，歹歹翁食袂空。哈，有时阵吼，戆人有戆好，啊，若嫁到这个翁吼，
原来是福气。哇赞！姐啊，我自我做恁小弟较大第一届听你甲我学咯，我真感动，我感动到目屎流滴裤骹落。别遮感动啦！啊，你阮小弟啊，手骨是屈入无屈出，我当然爱听你啊。有。要大声我嘛听到。丽姐，你莫误会啦，你若知吼，哎，阮这阿姑就上爱甲迄阿公哥哥搭喙鼓啊，哎，无歹意啦。对啦对啦。我嘛是就事论事，该安怎就安怎啊，我袂去误会青啊。哎，少年的，安那，咱毋过大声我看卖咧。拄则咧红声甲讲要拍死人哈，阮姐一个出来了。机会敢若袂是要尾仔到咧，来，我来唱声来啊，安怎？较尊重。我跟你讲，恁姐是互你女性，咱无论安怎，咱都爱尊重女性。你知影无？尊重两字，你知无？你敢讲我唔敢听？尊重，你这做恶马恶人徛啦，你这落雨尾仔对着我这迄个关老爷多死棋。姐。哎呦，对，真久无看，哇，感款身体还阁真好呢。过来，丽丽，蛋蛋，你做个好无？啊，金好啊！你还阁会记我了？哎呦，但你这足好人的，你阁读出18地，出一个蓝山的，我还阁会认你啦哈。喂，你即嘛是咧讲啥？啊？金花是我换贴大呢，你讲话嘛小较尊重啊，什么剩一块蓝山啊，我你会认的？足好人的啦。阿公甲你一定的哦。计大声啊！无，我对你唔敢。安尼做伙哦，就是啊，欢喜咧相搭啦，搭水果啦。对啦，金妹啊，你也有闲好来啊。我知，要来度假若要度假会去，住迄开心民宿，这条钱还赚哦，你嘛拍较袂着钱啊！伊是我换贴大，来当然是住我遐，而且佫免钱，住你遐着佫开钱，你啊大不遮呢？无啦，这届吼，我来遮的时阵啊，是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哦，要麻烦姐甲我斗相共啦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对，你要结婚哦？哎呦，好恐怖哦！姑，你哪咧讲讲？爸啊，恭喜哦！谢谢。爱甲伊恭喜啦！就是讲大啊，达叔啊嘛死几啊年啊，你也嘛应该吼，带一个通啊做你的老伴。赞！我就是安尼咧想啦，对方哦，都无去安尼闹啊，后面地难，所以我是讲哦，要来带一个第二春啦。哇，真好诶！所以今仔爸啊，你安尼专工吼来找阮阿姑，是毋是讲吼要伫阮这个民宿办婚宴？办婚宴哦，这有什么问题？这我内行的，我甲你讲，你的意思就等于我的意思，我一定甲你办到安尼足好诶。无论啥物我拢甲你小弟，祝你足请呀！姐啊，你的好意哦，我甲你感谢啦。是讲我找你哦，上界重要就是讲哦，拜托你甲我做我的主婚人啦。主婚日，爸啊，伤咸啊啦！你看阮阿姑这少年就比较少岁呢，你做你的主婚人哪有适合？无咯，钱啊，草啊，无几个月啊啦。搁再讲啦，我也无是大人啊啦。你甲我是活贴咧，你来做上界适合吧？阿姑，你感觉咧？就阮大兄吼，都无气焰，无我就做一下主婚人嘛，袂歹啊！头一摆做主婚人。是讲姐啊，搁另外一件代志哦，是讲叫你去斗相共一个啦。对，你代志嘛真济哦，有啥物代志做你讲话去？拜托你哦，甲我斗一个媒人婆啊。阿姑，莫看我，唔好吧？我要这少岁还袂嫁，我无适合，我无阿伯，我无。是啊，对啦，堂堂哦，是个少年啦。你哦，小甲斗主意一下，看有迄上适合的人选无？甲斗相共找啦。有啦，这人选一定有的啊！就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呐。啥？就对面的丽丽啊。
你是要叫我甲金福啊做媒人婆啊？嘿啦，等金宝生下是我换只大哥啊。等大家拢有熟啊，对无？伊既然叫我做主委呢，叫你来做媒人，这生下个斗三工，哪有啥物？青友，嗯，那阮只是足无用的哦。你若要叫做媒人婆啊吼，你就会记哩，爱提前来讲吼，我挑剔安排客数哦。姑啊，喂，恁姊啊，我什么时阵做无用，我哪毋知。姊啊，你点点啦，这条互我讲就好啦。滚啊！喂，你嘴还未开，我就看到你老后前啊啦。什么？你叫是我唔捌咯？提前来讲，对不？啊，对，你阁无讲啊。姑啊，喂，卖啦，真系想的哦，咱大家好朋友吼，安尼互相斗三工是应该的呢。你讲到钱就硬气，莫，这伤感情，莫做这代志。姊啊，这你都唔捌。这个社会事有社会规矩，应该爱摕就爱摕，明确关掉。这敢若拍麻将的，当你若有够无够吼，规场你就袂开学。到时若关掉吼，你嫁袂出去做老姑婆。你讲了这我就生气。顶摆甲你过水一摆，规场拢无够。你来搞叫？无，看电视。电视啦。是讲你若要爱红包吼，看偌济，做你讲啦。我咧讲这红包吼，袂使讲咧清彩意思就准就好呢。啊，无你爱偌济？我咧讲吼，只讲红包的意思就见红大吉，爱有迄个吉祥的数字，爱双双对才会万年富贵。牛角面包。好，6000啦。66000。无你抢劫无？等，是啊，毋是你开单，你是咧烦恼啥？我甲你讲啦。吼，阮大兄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伊的志就是我来讲。66块。 66块，你这是咧骗起来哦！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搁讲哦，我就甲你开半年，我还甲你画黑线，让你袂领。哎呦，足奇怪呢。啊，我这要做媒人婆的人，就无咧讲价钱啊。啊，恁两个讲甲遮爽的哈。我即马到底什么人要做媒人婆？1、2、3，你。姊啊，我是为你好，替你争取福利呢。免。点。家己的代志我家己处理。钱啊，好啦，我答应你，做金福啊这个媒人婆。啊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这个做你讲。简单啦，啊，就金福啊吼，带因太太出来美国旅游的时阵，爱来台湾开心民宿。你阁足牛的呢！啊，这摊你也要出去就对，无要紧，扭你。姊啊，我那是你较厉害。来，答应啦，麻花卷啦，土豆啊，搁叫一个饼，啊，大家吼拢是家己人对无？啊，同齐办这喜事哦，我想一定会做努力的，吼。对啦，亲嘛，我听你讲的，我就知影你做人真正豪爽啦。阮大汉有即款的吼场哦，真正以情势哦去收来福气啦。哎，对，我讲安尼你搁原来歹势哦，那几岁人啊？你嘛知我一个这么老，比我娶吼，嘛是歹势啊。有影，哎对啦，钱嘛，啊来对着这边的这个亲属吼，啊看你有啥物条件，啊有啥物意见，你都来讲出来。通互我这媒人婆吼，量早来传，时间毋则袂漏气。我是无啥物要求啦，啊只要金福啊，从小费啊，会当甲阮小费啊，忝命命，安尼就用的啊啦。那这点无你真个放心啦，我一定足听小小费的啦，袂叫这个苦啦。对啦，小慧啊，虽然讲哦，你平较少岁吼，啊，毋过若照轮辈个，我嘛是爱叫你大嫂啦。啊，则希望大嫂以后吼，多多甲照顾。多谢你啊，多谢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尽到我做家后的本分，绝对袂互金花伤忝啦。啊？对，这当翁仔某吼，就是安尼互相照顾、互相体谅、啊互相尊重，安尼就上介好啊，对不对？你是讲这重点来啊啦吼，迄个亲嘛，啊这骗金方面的问题。哦，啊只要因翁仔某啊会当幸福快乐，
啊，这聘金哦有甲无袂要紧啦。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也毋过，啊？我意思是讲吼，啊订婚迄天对无？啊亲戚朋友足侪人会来啊。啊想讲吼，这聘金嘛是爱照常甲摆出来啦。安尼场面毋才会较好看。安尼大家毋才袂讲囝婿安尼伤当算，你讲对无？对啦，对，这有道理，这有道理。安尼哦，时到，金花啊，你都吼传你30万，都个抛出来，安尼就足有面子，足好快啊。啊，这无问题啦。20-30万，无够啦。啊？无是多爱偌济？上无嘛爱500万。500万的哦。哦，钱嘛，啊，你讲500万，那阮大个吼，银行是原来有存真济啦，是讲500万，你敢袂感觉伤济哦？啊，那你嘛较拜托的，阮查某囝我是自细汉掠到遮大汉的，啊，至少嘛毋拿迄500万。我只是讲吼，爱场面较好看的，啊较闹热的。我只是讲，啊等订婚仪式若煞了，我钱嘛是会退还的金福啊。安大家是咧紧张啥？原来是钱嘛，你莫生气啦。啊，钱啊这种人吼，伤过头冲动啦，你听话拢听一半啦。误解着钱嘛，你的好意啦，忙见快哈。嘿啦，啊，其实阮母的意思就是吼，希望今后啊，伫亲戚朋友面头前，安尼较有面子啦。啊，你若是有困难吼，啊，莫勉强啦。啊无，拢无困难啦。啊，讲真个，阮大个吼，迄银行存款真济啦，500万算起来是小 case 啦。你讲对对啦。对。啊，是拢讲对。啊，那安尼现金哦，无问题啊啦吼。啊，若其他的代志哦，简单就好哈。好，今仔日讲甲足欢喜的，钱你若有欢喜就好啦吼。啊，既然若无啥物问题吼，你放心。订婚迄天吼，迄场面绝对会办到足清呀，互你足有面子。安尼哦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来，你客气。哦，好，啊，你爱会记得呢？你明仔载就爱较早去布置的，布置较水的，互人喜气洋洋。啊对，迄玫瑰花，玫瑰花爱传呐。啊对啦，还佫铺红地毯，红地毯呢唔通铺哪些呢？哪些迄是出山用的。哦，对，嘿，啊对，汤仔饼、水果传较澎湃，莫互感觉讲安尼足当真的。啊，有啥物代志吼，随时甲我联络。好，再见，好，拜拜。啊，姑啊！哦，哎呀，毋是你要结婚啊？啊，你佫比新郎较欢喜。啊，这结婚的代志，佫交代甲遮尔啊详细哦。糖啊，迄结婚吼，都是喜事。嘿。啊，喜事当然爱欢喜啊。啊，尤其阮结拜大要结婚呢，我当然爱甲穿啊足周到咯。哦，阿姑，我若听恁咧讲吼，我就足希望讲阿姑忙紧的找到意中人，较紧结婚，换糖糖来帮你办。我哦，我嘛足想要结婚的啊。安尼哦。啊，毋过就对象都还袂答应。啊，你的迄对象是啥物人啊？啊，哎呦，等，莫问遐济啦，囡仔人问遐济要怎？去困，较早去困，明仔载还佫读书。我甲你讲，佫食阿姑的豆腐啊啦。好啦，啊，我来困啦。啊，希望迄对面的你一个较紧找到好的对象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来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咱个天天又开心嘞！要讲的俗语就是讲，假戆使软钱啊。你什么意思？啥软钱？哦，这学文青的哦。是去赚软啊钱。你是咧食软饭？啊，食软饭。这个软钱吼，以前的钱是用黄金做的嘛。黄金做。嘿，啊有的人用迄个吼，什么烙纸啊，是塑胶落去做钱，迄个变做假。啊，迄个做软钱、假钱就对。起码讲做假钞啦。哦。啊，所以讲话假戆使软钱，就是讲吼，去个戆，嘿，啊，甲你骗钱，迄个做金光党的。哦，金光党拢爱有3、4个以上咧。哦。叫我当爱讲骗。做好就对啊。啊，今我就我做伙潘啊。哎呀，小哥哥。喂。我跟你讲。
你边个啊，迄个金仔有够济呢。哦，迄公公迄个。公对，吼，伊金仔有超几千万的呢。好呀。不过你若摕100万哦，金仔你昨天我个搬转来。我摕100万互伊，哎，金仔几千万呢？现在比到100万呢。啊，迄个我只吼有100万互你，啊，你金仔互我呢吼。啊，哥，查某足水啊！我就要再要回，我只今仔才卖你啊！哦，无问题，你做应该袂来就金仔好，哇，赞哦！金仔我摕来去迄个囡仔，我鉴定我嘛坐去。啊，娘喂，当时拢电刀的假，我去互骗你啊啦！哦，就是安尼啊。所以你的诈骗手法太流行啊啦！哎，3、4个叫我都共骗。哎，最近的社会新闻有报嘛？假检察官有没有？小6而已哦，小6的你共骗啊呢？真正是哦，咱是要学了讲，即摆囡仔巧啊是安尼？巧对唔着所在去啊？哎，不是安尼，我电话就讲骗啊！哦，电话哦，电话卡来哦，甲你亮2声就甲你挂掉。啊，你甲回拨啊？回拨7分钟，我听讲50块。啊，那遐贵？哎呦，也有可能有去申请的款。哦，啊，甲你砍就对啦。我知。哦，表演者，来表演者。哎，等会，喂，我是小琪。小琪，哎，咱倒位啊哈，倒一个小琪。你忘记我了？我就是小琪呀。小琪哦，但是我你无赢呢。你真的不记得我了？上次在跟你讲电话，我是小琪呀。哦，安尼就开要10分钟去啊。哇，安尼就。本来一定小琪啊。了解了啊。啊，有的时候电话甲你讲你哦，什么存款不足，还是欠什么钱哦，就去汇过无？对迄个哦，ATM 呀，ATM 转账，对啊。哎呦，实在是哦，迄哦真正，这若转账落吼。钱贵拢款了了，所以呢，咻一个30分钟又搁到咯，我要甲恁讲再会啊呢。哎，咱今日天天又开心呢，就是要奉劝大家，钱爱靠家己去赚，千万唔通啊，小贪两家啦。分袂清是雨水还是目屎，唔知家己到底伫啥物所在。无心的一句话，深深将你伤害，拍醒你所有的期待。你从来不捌真心爱过我，敢讲一切完全是我的幻影？对你的关怀，早就无伫这，你只是我爱情的企图。